去年7月，南投的草屯一间生技公司发生枪杀案，日前员工冲入去公司开枪，造成4个人死亡，1个人受伤。南投地方法院昨一审宣判凶手3个死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报仇。 你要报什么仇？深仇大恨。南投草屯生技公司枪杀案的凶手李宏坚，被抓到的是化工杀人的动机是要报仇。这件造成4个人死亡、1个人重伤的重大枪案，经过10个月，10月一审的判决出来，南投地方法院判伊3个死刑。不过李宏坚本人无到现场。被告他已经射杀了刚刚我所讲的第一位被害人，陆续枪杀了3个人，而且都是针对头部。那只要针对头部的部分呢，其实都很难幸免于难。 那合议庭认为说，这个部分呢，确实是属于2公约里面情节最重大之罪。去年7月14日，南投草屯一间生技公司的前员工李宏坚，探尾阿嬷下班的时间，也请大师细楼的科长、省长的主任，还有细罗负责人的小弟甲查某囝。那细罗负责人是头壳重伤。李宏坚过顿工伫台中被抓到，不过逃亡的时阵超工闪追查，害警察歹办案。法院审理了后，判伊3个死刑，还有褫夺公权终身。那开枪甲细罗负责人大受伤是杀人未遂，判伊13年有期徒刑。 我们怕被到底是怎么样？他也怕被再度杀害。我家已经没有人了，我已经剩我了，全部都死光光了。你不执行，那以后还会继续有他，就像这样的人继续在鼓励人家杀人。细罗负责人的家属表示，虽然伊逃过死劫，不过目前搁咧恢复当中，脑部嘛算断甲真严重。那法院针对李宏坚另外2件非法押请的部分，是并科罚金35万，专案还阁会当上诉。记者林建生、王良涛，台中南投报道。